有一個財主穿着華麗嘅紫色衣袍，每日大吃大喝。另外又有一個身上生瘡嘅乞衣，叫做拉撒路。佢瞓喺財主嘅門口，食嘅係財主跌落地上嘅食物零碎。財主對拉撒路毫無憐憫之心。後來財主同拉撒路都相繼去世啦。拉撒路被天使帶到亞伯拉罕嘅懷裏，得着安慰；而財主就落到陰間，受盡痛苦。佢遠遠望見亞伯拉罕，就話：幫下我啦，我喺啲火裏邊好辛苦啊！亞伯拉罕答佢話：財主，你生前享福，而家就受苦，我哋之間有深溝阻隔，唔能夠互通嘅。財主就話：求你叫拉撒路警告我嘅弟兄啦。亞伯拉罕話：佢哋都要聽從神嘅話，都要悔改。呢個耶穌所講嘅比喻究竟有乜嘢含義呢？其實財富並不代表人喺神面前嘅價值。財主只顧享樂，對身邊嘅貧苦視而不見，最終靈魂陷入永遠嘅痛苦。拉撒路雖然貧窮受苦，但係佢信靠神，就得着永恆嘅安慰。耶穌告誡世人要學識憐憫同埋分享，要聽從神嘅話，悔改歸神，以免將來後悔莫及。